新加坡政府是很支持商机一社，很支持。我们14间分社都是不用付租金，或者是很少的租金，而且他都很鼓励我们做任何事情。我觉得华人有华人的美德，华人就是感恩、善良、慈悲、奉献、付出。商机在华社里面，坦白讲有相当大的影响力。我也特别感恩这些华人，这17年来对我的支持。我也没有给他们失望。从一个要倒闭的机构，我拿过来，如果不进来，他要关掉。我觉得中国人几百年前从中国下南洋，新加坡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今天这样，坦白讲一句话，真的是不可思议，是个奇迹。因为我觉得年轻的一代就是很正能量的去传承新加坡的美德。